下式八錘，嗱，做一次八錘。咁八咧，我哋廣東人嘅意思就係一種軟臭嘅意思，所謂八就係咁叫做八嚇。廣東人嘅意思就係嗱咁叫做八啊。咁佢嘅八第一個嗱，佢嘅定型動作，呢手係架起啊，右呢隻手係向嗱，如果一個弓步係向斜角，唔係向正面啊，向斜角咁樣。咁落啊，或者嗱，我頭先講過，點解好多動作係用拳背嘅？嗱，頭先所講嘅撲翼手就係用拳背嘅。呢個搭錘啊，又係用拳背嘅啊，擊打。頭先嗰個吸錘呢下打落去亦係用拳背嘅啊，但係呢下咧就用拳心啦，啊呢下就用拳背嘅啊，佢係大量使用拳背嘅啊。呢個搭錘嗱喺度，右手打出去啦。跟住左手、右手反腕向上格，一格嘅時候，啊，一格啊，就形成兩隻手，啊，咁樣啦吓，佢就係嗰一個啊，呢個一格嘅時候，啊，八啊，再嚟一格嘅時候，左手一架起，一擰身八，啊，八。吓，好啦，呢個咧就係比較難發力嘅，呢個嚟講咧，你更加嚟講練嘅時候要放鬆隻手，放鬆，咁樣攤落去，隻手攤落去，好似軟掌咁樣，先係嗱，就係咁攤落去，放鬆。咁樣，呢個搭錘，好啦，搭錘咧，佢咧就上步啦，要一般搭錘嚟講咧，佢就好少咧，即係跟橫步咁樣橫步咁上嘅，佢進步打咧多數係走三個步。頭先喺講步法裏邊我漏咗講，所謂三個步就係一腳向前斜角一個弓步，再嚟斜角一個弓步，就。即係兩個弓步係走斜角嘅，就唔係直線咁走再斜角呢邊弓步，再斜角呢邊弓步咁呢個就叫做三個步佢退役係都係三個步。咁搭錘嘅連環打法咧，多數係使用三個步即係一搭三個步去亦都係三個步都係咁樣嘅打法。咁首先嚟講。呢個當然你步法未熟，逐下嚟咯，放鬆咯，進步嗱，1、2、3，好退步嘅1、2、3，進退打，呢個就係搭錘嘅連環使用，下式切錘嚟講，實際嚟講咧，講白咗就係一個上衝拳，斜上衝嘅，呢個。左手向下一割，右手斜上，向上衝嘅，再嚟右手割落，咁樣割落，左手衝，割手落，一割手落就打，一割手落就打，咁呢個咧亦係，以後我都。唔多講啦，就係逢親未純熟之前，先放鬆，唔好握拳，唔好用力，先做熟手勢，咁樣，就咁樣，好啦，呢個進退步，一個手，再一個手，退步割手，退步割手，咁握拳嘅時候就係，咁樣打，咁咧一般咧切錘嚟講咧，就平時就都係好多人咧就都唔會話練嘅。
嘅好多，好可能咧佢平時嘅使用會唔係好多嘅，不過嚟講咧，佢既然套路有啦，不妨嚟講大家咧多練一啲切財。好，下一式線財。線財嚟講咧就係一個斜下嘅衝拳，頭先切財係一個斜上嘅衝拳，佢係一個斜下嘅衝拳，嗱，一擺個預備式，擺個預備式，好啦，一轉身，咁呢個衝拳咧，佢唔係一個直拳背啱啱向上嘅，唔係咁嘅情況，佢係要偏成一個45度角，唔係咁樣直嘅，要偏成一個45度角，又唔好太扭到90度，因為太90度咧冇力噶啦，你手一倒過點咗45度角。佢點解咧要45度角咧？佢係有一個一轉嘅時候，有一個一轉嘅時候，有一個彈開對方嗰個力量喺度，咁所以佢有一個轉嘅旋轉嘅，好啦，嗱，大家睇呢隻衝，再嚟轉身，唔係向正方面，打個比喻，而家我係向橫馬，我呢個馬係正北方嘅，呢個步嘅時候，佢嘅拳嚟講唔係話向翻正北方，而係向咧西北方向，向西北方向嗰個位置，好啦，一轉嘅時候呢一拳東北方向向，咁咧初練嘅時候個意念就係一撮拳唔好喺手度，喺腳度，個意念一車馬就打，車馬就係要咁打。同埋嚟講咧，轉嘅時候咧，一般初練習者咧有一個好容易產生嘅毛病，就係要做嗰個腰要做一個蓄勢。點樣咧？一除嘅時候個腰要即係坐一坐咁樣，要坐一坐咁樣，會往往會做呢啲動作，就唔係嚟講咧一車身就出，一車身就出，就唔係話咁熟悉。呢個嚟講你就係又講一車馬就打，一車馬，車馬，咁樣打。好啦，線隨嚟講咧，亦係嚟講走三角步嘅連環用多嘅，即係平衡咁橫步咁上咧就比較少嘅，一般係走咁樣嘅三角步嘅多嘅。嗱，點解就譬如嚟講一線隨，再嚟講三角步嘅打嘅，走三角步，係用咁嘅方法去打多嘅。咁呢個嚟講咧，平時嚟講咧步法嚟講就係要先慢三角步三角步打，三角步打，推，咁嚟講咧，先由慢到快，咁嚟嗰個先可以嚟講純熟。如果唔係咧，一下急功近利連滾帶爬，咁往往嚟講練唔到功，反為嚟講咧就嘥自己啲時間，線隨，線隨，先嚟講又係唔使話出力先嗱。好，就即使係定步打，我做熟手勢，做熟手勢，偶然間發兩下力，跟住我又放鬆，又發兩下力，咁嚟講咧，往往嚟講咧，即係我個人覺得功夫上身並唔係嚟講話佢有幾大嘅力氣，因為咧你話講練力氣嘅話，不如去練舉重，但係功夫嘅上身咧係講求嘅係次數，次數要多。咁你次數要多，但係嚟講人嘅體力又有限，你下下出力打10零下，氣揚氣喘又要停低，咁就達唔到嗰個次數多噶啦。你一下子嚟講能夠100幾十下嘅咁樣，我雖然係唔用力，但係我好純熟，咁但係我一發力嘅時候一崩就發到力啦，呢個就係要咁樣嘅效果，好，下一式照鏡財。
好，點解佢叫照鏡錘咧？即係呢個拳心就好似一埲鏡咁樣吓，咁樣嗱，咁咪照鏡咯嗱，咁樣啊對住一埲鏡咁，我哋叫佢照鏡錘啊。實際嚟講係一個拋錘，側邊睇，側邊睇個運動線路係喺呢隻手向下一墜嘅情況下，呢隻手咁樣喺呢度一墜一拋啊，咁後手拳背向翻正面啊，唔係咁樣啊，係咁樣啊，好啦。右手嚟講又係啦，一放手嘅時候，呢度一爪向下一墜嘅時候，咁樣拋上去後手係向翻前邊個拳背咁嗱一爪隻手一爪，再一爪或者唔用爪連環咁拋亦可以呢個兩種用練法都有。話俾你啦，我連環拋嘅，我唔爪嘅，就咁一拋，就咁拋，就咁拋，車馬，咁亦都係先放鬆，做熟動作，好啦，定式完成咗之後呢個上步啦，上步，好啊，退步，上步，退步，就係咁樣練。呢個咧佢嘅一般嚟講比較有啲唔習慣嘅咧，就係往往就係隻後手要個拳背向翻正面，但係點解咁樣？因為佢抓落嚟，一墜落嚟咁樣拋一墜落嚟咁拋一墜，咁呢個係照鏡錘。下一式天光錘所以天光錘就係嚟講咧，同個搭錘差唔多問題嚟講，佢嘅手冇伸得咁開而且佢嘅角度係打翻隻正面，唔係打斜角同埋咧佢嘅高度佢係打得低啲係我慢打嘅係咁樣咁落，咁樣落係咁樣，係咁樣落，係咁落呢個定式動作，打落嚟，打落嚟，哼落嚟出力咁我曾經見過喺擂台上嘅係有人用呢個拳法嚟對付腳嘅，對方一腳打落嚟，佢就咁落，就係咁落嘅。我曾經見過喺擂台上係用呢個拳法係可以係對付腳嘅直情有啲最緊要你個瓢要重。有一扎落嚟人哋對大直情就劈落啲腳度嘅我曾經見過但係咧佢呢個打落去嚟講咧係一定要嚟講要重力落唔好就諗好多啦，擺個姿勢咁係冇用嘅，一定要重力打落去咁樣重力打落去咁樣要好啦，進步打退步咁扎，呢個嚟講呢個天光錘呢個嚟講咧又係要平時多訓練嘅，呢啲錘法嚟講又係要咁佢先發揮到佢嘅威力咁嗱，大家側面睇下，佢係咁嘅睇住係咁樣落係咁樣天光錘下一式呢式嚟講差唔多叫做最難噶啦，衝鋒拋錘咁嗱，頭先所講嘅八錘而家講嘅天光錘
再嚟講正話嘅撲翼手呢啲掛錘都係使用拳背嘅所以我講合家拳佢有一個特點，大量咁樣使用拳背嘅反為使呢啲拳心呢個拳鏈就我覺得反為就冇使用拳背咁多呢個天光錘係衝鋒拋錘，以下咧又係使用拳背嘅佢係乜嘢咧？係一個咧輪臂首先一個咁樣抽上嚟，好啦等下好啦，再嚟一個再嚟咁樣形成一個咁樣輪臂咁樣輪臂慢嘅好啦，快嘅就係用拳背快嘅，好啦，咁先放鬆即係要練到嗰個輪臂你先個身體唔使做咁大要輪到佢順隻手輪到順好啦，再嚟咧咁樣好啦，輪臂嚟講，你放鬆咁樣咁樣放鬆，咁之後再握拳啦，握拳嚟講先係定式定式，兩邊轉身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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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咁樣定式。好啦，佢點解叫衝鋒拋錘咧？因為佢係連續進步嘅連打，咁樣1、2、3佢往往就係一發3下就係咁樣再嚟睇衝鋒拋錘就係咁樣就係咁樣，佢往往就係再嚟佢往往嚟講喺套路之中就係一個咁樣嘅練法係一個輪臂。好啦，大家嚟講咧除咗前進亦要懂得後退亦要懂得前進亦要懂得後退咁樣嘅輪臂打用拳背呢個又衝鋒拋錘嘅第一種練法。另外一種練法拋洗點咧？一拋嘅時候一個洗面錘打上去再嚟一拋再嚟咁樣收過嚟，點樣洗面？呢個叫做洗面錘佢咁樣形成一個形成一個一拋呢度一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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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個洗面錘，呢個叫做喺洗面錘之中，大家咧或者可以獨立練譬如嚟講向側邊嘅呢邊咁佢咧好多時呢個洗面錘喺合拳之中係經常使用，而且嚟講係我個人嘅感覺係比較好用。點解咧？佢係一種手勢嘅變化。打個比喻，我唔一定係用衝鋒拋錘、洗面錘係咧，或者我用照鏡錘嘅洗面錘一照鏡再洗呢度一照鏡又洗，亦都可以嘅甚至無嚟講呢啲嚟講咧，一級錘洗面錘或者呢啲一級洗面亦都得嘅呢個喺套裏邊嘅一個攬錘之後洗面呢啲咁樣攬錘打埋去嘅時候一攬錘洗面呢個呢啲咁嚟講呢個亦都係一個係比較順嘅手法呢啲係比較順嘅手法嚟嘅，呢啲係呢啲一拋就係一個比較順嘅手法。所以嚟講咧，大家
呢啲咧不妨多練吓，洗面錘呢啲。下一式反翼錘啊，反翼錘係咩咧？啊，一般嚟講係蓋步反翼啊，同埋一個扭馬反翼啊。蓋步首先一個嗱，一蓋步啊，反翼錘，好啦，再一轉過嚟呢邊翻花撲翼手啊，好啦，嗱蓋步啊反翼，再一轉過嚟反花撲翼啊，蓋步反翼翻花撲翼啊，蓋步啊一轉翻花撲翼啊，再蓋步啊翻花撲翼啊，呢個啊，或者咧反翼錘咧蓋步啊唔翻花撲翼，一轉身係兩邊嘅直錘打錘啊，呢個嚟講一反翼呢個嚟講咧又係要練啊。第三個啦呢個反翼啦，就係一個咧扭馬反翼啊。點扭馬反翼咧？嗱，我一轉嗱，譬如喺呢個位置一個扭馬穿錘打錘啊，扭馬穿錘好啦，上馬步嘅反翼錘呢個好啦，再嚟講再轉身一扭馬穿錘再嚟反翼錘，又先扭馬穿錘反翼錘，再嚟扭馬穿錘反翼錘有一個係一個咁樣練法，左右嘅再睇一次呢個扭馬穿錘再嚟上馬步反翼錘再嚟轉扭馬穿錘反翼錘呢個叫反翼錘。下一式跪馬衝拳跪馬我先放慢嚟做，右腳向左邊靠，成一個咁樣嘅動作叫跪馬再嚟衝拳起身稍為半起身呢邊，再嚟呢邊再嚟呢邊，再嚟呢邊呢個就跪馬衝拳。呢個咧就唔係咁複雜，但係嚟講咧隻腳就好攰佢只係咁樣練嘅啫。嗱，側邊睇或者咁亦得咁樣一挑多數咧單練嘅時候用抱拳嘅方式呢邊呢邊跪馬衝拳運身錘，實際係一個掛拋錘，一個呢個係合拳嘅發子嘅格鬥嘅預備式，或者左勢或者咁亦得用左手就得，用右手就得運身錘。好啦，係呢隻手握拳向一幅翻嚟掛運動線係掛再嚟拋，係向斜角嘅。嗱，比如我嘅弓步呢個係向正北面，但係我個拳頭咧就出喺咧西北邊咁樣如果佢定型似乎有啲似撲翼手撲翼手，但係咁撲但係佢唔係，佢係掛拋。好啦，向西北邊之外再向翻呢邊東北邊右手一覆手過嚟即係一覆手過嚟掛拋再一覆手過嚟掛拋。嗱我做一次呢個係好啦，亦都係要練下進步打要練下走步打掛拋。好啦，
呢個係講橫步嘅，啊，講直步嘅，啊，又係掛拋。嗱呢邊，嗱呢個直步咧，打個比喻，嗱我而家個弓步個人係向西邊，或者啊咁樣向北邊咁樣吓，一個前弓後箭嘅啊，子午馬吓，嗱佢係呢個掛拋。啊！呢個係直步嘅，轉身過嚟，後腳手尾擺一擺，要調整腳步，啊，擺一擺，再轉過嚟弓步咁樣咧，就要調整啦呢個腳步。咁樣掛拋，好啦，再轉過嚟嘅時候，嗱掛拋，啊，再轉過嚟嘅時候掛拋，再轉過嚟嘅時候掛拋，啊，再轉過嚟嘅時候掛拋，啊，呢啲係直步嘅，啊，呢個係正身打嘅，呢個係。啊！呢啲掛拋，啊掛拋，呢個就呢個嚟講咧係橫步嘅，呢啲係橫步嘅，橫步嘅呢啲，橫步嘅，橫步嘅，呢啲係直步嘅，直步嘅，直步嘅，呢個係身材下式穿邊錘，穿邊錘喺合拳嘅所有。拳法之中，應該講係發力係最難嘅一個嗱，由於咧佢係穿人哋嚟講咧就叫做咧以橫見直嘅手法，佢係咧以直見橫。點樣以直見橫咧？嗱，佢轉身嘅時候呢度係直嘅。直出嘅所謂穿，呢個係穿一穿嘅時候咧，穿到嘅時候咧，穿到呢個時候呢度嘅時候咧，形成一轉身一車馬嘅時候成橫嘅邊，成一個邊錘如果佢而唔係而家嚟講係打出去係打個直錘出去，而係打個邊邊好啦，呢一點咧。我喺我嘅觀察之中，或者喺我嘅教學之中，以往嘅教學之中，發現一個咧好大嘅毛病。一般學員佢唔係打成穿邊，係打成分邊。佢係點咧？嗱，一擺一個錘啦，佢唔係咁穿出去咁嚟邊，而係咧轉咗腰嘅時候，呢個叫做分邊，呢個唔係叫穿邊。側邊睇，嗱喺呢度穿出去嘅時候，一穿嘅過程轉腰嘅時候邊，突然間用抖彈勁嚟邊，再嚟睇，再嚟睇，好啦，呢個拳咧就更加要嚟啦，唔可以一開始壓拳，一定要放掌。如果你唔放掌，真係嚟講好練唔到呢下拳。佢放掌先有嗰個彈嘅作用，佢一穿嘅時候呢個抽嘅作用。你唔放掌真係用唔到。你一下子握拳就係佢係一個穿嘅穿之中一個抽呢個一穿嘅抽嗱，大家側面睇呢個，而且個車馬要好純熟如果個車馬唔純熟嘅時候咧，你根本發唔到嗰個腰力嘅，發唔到個彈力嘅，抽唔到出去嘅嗰個力嚟講係呢個係呢個呢個穿邊呢個就係邊錘嘅其中一種。好啦，第二種邊錘係影手邊，呢個就分邊錘啦。呢個就係分邊錘啦。嗱，佢影手邊咧係兩種動作，一個向橫開步，呢個叫影手再嚟轉身嘅時候邊呢個叫影手邊再睇一次，因為咧大家佢要連貫呢個喺度呢度一影呢個要連貫，一影手嘅有一轉身分邊呢個好啦。
咁先你咩慢練嗱，影邊啊嗱，影邊啊，可以咁樣重複咁做，影邊影邊啊，好啦，左邊啊呢邊啊，影邊啊呢個影邊影啊蓋步邊啊，咁樣係要用咁樣嘅方式嚟訓練，一影揼啊呢個嚟講一影邊啊呢個係分邊影手邊，佢實際嚟講咧，佢嘅使用如果係命中人哋嘅時候，好厲害呢個拳。點解咧？對方向前一攻擊嘅時候，佢呢個影手係一個攔撥嘅作用啊，或者係閃避嘅作用。但係你一過咗磚頭，你一影咗嘅時候，一轉身咁打埋去，嗰條好犀利啊！呢係啊，一封住對手，砰咁樣依下邊錘嚟講咧，邊隻不得了呢拳法。呢個咧就係走橫步嘅邊轉身邊吓，呢邊又係啊走橫步嘅，亦都應該講叫轉身邊錘。呢個喺呢個咧轉身邊錘係合家拳好特有嘅手法啊，而且係合家拳之中幾乎係最前使嘅啊。頭先呢個係打橫走嘅啊邊對手喺呢度，明唔明啊？好啦，而家我前邊嘅，好啦，再打嘅時候，好啦，呢度咧佢嗰個叫插步邊蓋步邊啦，向前攻擊嘅啊，一影手嘅時候，一影手嘅入邊向前打嘅呢個係啊呢個嚟講好啦，嗱大家係嗱影插步邊啊呢個好啦，呢個係嚟講啦，一仰手打就咁打嘅呢個啊好啦，仲有一個依個喺擂台上咧都會經常有時見到啲拳手用呢就退步打嘅啊，退步打係乜嘢咧？呢個係向呢邊走啦，對方攻擊過嚟啊嘅時候蓋步避讓啦，係嘛？轉身邊啊，佢往往咧攻擊拳手好多時多數係點用嘅咧？第一啦嘅時候對咗一撲過嚟嘅時候啊，呢個就係後身嘅邊錘啊，呢個叫做嗱一仰手蓋步向後走邊啊，呢個嚟講係嘛？嗱，一封手蓋步，一封手向後啦，用翻中國嚟講，一封住崩邊呢個嚟講咧，嗱點解變咗咧？叫做前後左右都要練，前邊嘅一影手邊向前面打嘅，左邊嘅一走過嚟呢邊邊，右邊嘅一走過嚟呢邊邊，後邊嘅一走過嚟呢邊邊，前後左右都要練。仲有一個呢個咧。呢個邊錘咧，由於佢車身借力咧，呢個力唔難發，只要條腰轉得好，好容易發。問題嚟講就係穿邊啦，難發嘅係佢打一個穿邊錘要多練特別同時練嘅時候一定要放手嚟練到個抽力，你先好拳14招式介紹到呢度。好，而家講下咧合家拳嘅器材輔助訓練合家拳嘅器材輔助訓練咧有好幾種嘅，由於條件所限，我而家暫時介紹兩種。第一種係鐵鎖，係鐵嘅咁一般嚟講咧，佢嘅重量係幾多咧？就睇你個人嗰個能力咁即係我個人認為，如果太重嘅即係咧，好似練舉重咁樣，一嘢成咗極限咁樣，只能夠係練一兩下就要放低嘅，呢個意義唔大咁又要咧練技術嘅同時，又要練到重量咧，就要咧就一般，我認為咧，對啲起碼嚟講咧，一口氣要練到幾十下嘅咁嘅重量咧，既可以練到技術亦可以咧起到負重作用。咁呢個鐵鎖我而家呢一對係五斤重一隻一般嚟講，我個人認為，如果係年輕嘅，係8斤至15斤左右咧，就適合噶啦。由於太重咧，只係一兩下就要放低，呢個係意義唔大不如去舉石擔練舉重
啊。咁呢個鐵鎖一般嚟講練嘅咧係3個動作，主要係練一個舉頂錘，啊，割落嚟，割，啊，呢個舉頂錘，啊，第一個，啊，第二個撲翼手。定一定，啊，撲到上嚟定一定，啊，唔好咧純粹借住個慣性咁樣，啊，咁嚟講就咩？因為咧一負重咧嘅腰力，啊，就唔同噶啦，唔同打空拳噶啦，嘅腰力嘅負荷大咗好多嘅，啊，一負重就嗰條腰，即係條腰一挺嘅時候咧，嗰個負荷要大咗好多嘅，啊，定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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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個動作。一般係照鏡錘，啊，一般係咧鐵鎖，多數係練呢3個動作，啊，佢主要嚟講咧係練咧一個橋力，一個腕力。佢手腕由於佢呢個長柄啊。特別如果條柄越長嘅腕力就越大。好，第2種練法係握鐵球，啊，係鐵嘅，啊，大約嚟講咧1斤2斤重一個，啊，佢呢個握鐵球咧主要係練咧又係練幾個拳法。當然握鐵球咧所有拳法都練都可以，但係咧主要係練幾個嘅，一個就係直衝拳，啊。啊，逢親直嘅啊，線財，啊，仲有一個啊，第2個啊，八財，啊，八財，第3個啊，多練嘅穿邊財。啊，咁樣咧，佢鐵球嘅目的啊，就係咧，一旦經過啊一放開個鐵球嘅時候，啊，你平時練過嗰個手嗰個拳嘅力量，就會往往咧聚咗喺個手嗰度，啊，經過鐵球嘅訓練，佢目的係咁樣吓。鐵鎖頭先講嘅係主要係練橋同埋腕，啊，橋同埋腕。啊！呢個係練拳頭嘅聚力啊！呢啲一打出去嘅時候，啊，個聚力啊，經過呢啲握拳訓練嘅時候，嗰個力量就係唔同啦啊！咁樣呢個器材嘅輔助訓練介紹到呢度。而家咧。就呢個介紹呢個合拳裏邊嘅12支橋啊，12支橋嚟講係一合拳裏邊一套咧，集呢個耐力同靜力同勁力啊結合嘅一套功法啊，而家全套演練。
而家到動作分解。嗱，頭先咧，其實咧就係4組動作嘅組合啊，每一組重複3次啊，3、4、1、12，所以叫12支橋啊。而家講第一組啊，自然立正啊，雙臂提起，雙手合十啊，一個拜佛動作啊，再嚟向兩側啊。標指，好，跟住放鬆啊，先放鬆啊，再嚟繃緊，反掌扭之後，好圈腕啊，隻腕手腕咁圈啊，圈之後啊，扭爪啦，到爪啦啊。十指魚鈎，一爪握拳，握緊啊！握緊拳之後反扭，反扭啊！再嚟講反扭之後，再一放鬆嘅時候，左稍微一坐，一個發冷勁，一個翻花撲翼啊！嗱，再做一次。反扭，嗱，完成啦呢組，好啦，重複3次，嗱，放鬆，第2次啊，反扭，圈腕，爪，握拳，反扭，第2次，啊，再放翻鬆。啊！反掌扭，再嚟圈腕，拉緊反扭，係啊！嗱，第一組啦，啊，3次啦，啊，好，第2組放翻掌，提掌，丁步一提。向擘翻步出去成平步，向兩側推，一路推嘅時候，腳向上一路頂，同腰一路向上頂，手向兩側啊撐啊嗱，再嚟一放鬆標指，係左邊。
啊，再抹開，嗱，第二組完成，但係咧要重複3次，嗱，而家第2次，第3次，好，嗱，第2組完成，好，第3組，兩隻手向上撐一合，撐起，合手，經後頸向下壓，之後好啦，又係抓腕圈腕啊，咁樣圈，手指繃緊啊，成有力嘅勾，哇，握緊拳，抱上嚟，抱到腹部，轉成刁手向上頂，啊，好啦，重複3次，啊，嗱，再合，第2次，壓。啊，撈，好，頂，啊，再合，第3次，好，打3次之後合掌，合過嚟，向前壓，拖，推，尋橋呢啲，1次，好，重複啊，再豎翻掌，再拖翻埋嚟，坐馬，2。再豎翻掌，第3次，一拖翻埋嚟，3次，好，跟住垂手，合十，啊，收手，啊，還原。